詩歌有街主持漢陽。Hello， 大家好，我係漢陽啊，歡迎收聽詩歌有街，祝願大家主內平安。今日嘅嘉賓呢，其實我真係同佢喺空氣中好熟，私底下我又唔夠膽講好熟，因為佢就係我哋個 producer，李石宏，係阿 Clement， 係大家好啊！咁我同漢陽都係同事啦，不過我哋就負責唔同節目，咁就成日喺即係走廊見到咯。唔係你係你負責唔同嘅節目，我嘅節目係你負責。係講到好似我唔關你事，我都有係啦，即係幕後黑手嚟嘅。每個禮拜個榜嗰啲都係你俾我啊。我想問，其實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想知道嘅，就係話其實咁多歌每個禮拜我都想知，其實本身啲歌嘅來源係啲詩歌啊、敬拜歌啊或者福音歌，啲來源其實你係點樣嘅咧？首先我哋有個平台啦，叫 Canton Hymn 啦，亦都有個版權嘅機構叫 CMDA 啦，咁啊遲啲再解釋啦。咁就慢慢都會俾到唔同嘅單位啊、歌手啊佢哋去認識啦。咁所以佢哋有新歌嘅時候就會聯絡我哋，喂，可唔可以派台啊？可唔可以喺新城度播啊？咁可唔可以上詩歌榜啊？咁所以我哋就會慢慢會收集。當然自己有陣時見到網上面見到有啲新歌都會，佢哋未認識我哋嘅，咁我哋都會主動聯絡佢，喂，會唔會俾啲歌我哋啊，俾啲創作分享我哋啊，播啊咁樣。因為其實呢2年啦，哇眨眼2年，其實都多咗好多朋友話，好難得有個咁樣嘅平台去播佢哋嘅歌，無論係歌手又好，singer-songwriter 又好，或者係基督徒又好，佢哋都幾 appreciate 有個咁嘅平台，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有陣時都睇你身邊識啲咩人咯，即係如果大家識嗰啲人，佢未必好貼啲新歌嘅，咁你真係有機會唔知嘅，好多新歌你冇機會知嘅。咁但係有個咁樣嘅平台，有咁嘅節目，有咁樣榜咧，咁你就跟住就可以識到好多歌咯。你講得客氣咗啦，以前係基本上好難有機會接觸到啊。而家係真係有個 platform， 有個平台係俾佢哋去 show 自己嘅作品啊等等啊，我覺得呢樣嘢係 for 乜嘢都幾開心嘅，同埋即係起碼好似我哋咁樣都好似有種喺我嚟講，好似有種做到事工嘅感覺係。都有啲聽眾都話反映俾我哋聽咧，即係佢哋個禮拜睇住個榜，有啲咩新歌就咁樣識啲新歌。係我都係，即係以前嘅話就話聽過或者唔知喺邊度聽過嘅，其實呢首咩歌啊，或者全因為你又好咩都嗰啲，即係類似嗰啲係唔知道叫咩名添㗎。咁係喺呢度播我自己有時都話，咦原來呢隻歌係呢個名咁，因為平時以前亦都冇乜頭緒去揾啊，更加唔好講邊個作啊，邊個作真係唔知啊。咁啊慢慢啦，都係咯。咁我講翻你先，真係第一次訪問阿 Clement。我想問你細個嗰陣時咧，就話你收到親戚送嘅收音機，咁點樣去令到你，其實你好細個啫都，點樣進一步令到你養成聽電台嘅習慣，同埋影響到你入咗呢一行咧？係咁，首先我有個親戚係做電台噶啦，咁都係高層嚟嘅。咁佢唔知點解咧，即係喺細個喺唔同階段咧，都送咗啲收音機俾我。咁試過送有望遠鏡嘅收音機啦，咁就方便你睇波嗰時咧，即係追嗰啲球星。望遠鏡嘅收音機，分開嘅，2合1㗎。係啊，望遠鏡，但係有埋收音機咁樣啦。咁本身係俾人睇波嘅，咁但係咁我唔睇波嗰時喺屋企有咩做，咁就係聽收音機啦。咁之後又送咗 Walkman 啦，咁後來就再送佢淨係聽佢哋台嗰啲迷你收音機啦，咁所以都收過3款唔同佢送嘅收音機。咁細路仔咁有咩好做啊？夜晚有陣時唔想瞓覺，咁就聽過係啊，聽我同你一樣，雖然我同你年紀唔同，但係我細個都係，我細個又係好夜都唔肯瞓覺，跟住咧就擺部收音機，有 cassette 嘅。
咁就擺喺個床嗰度，咁跟住就開着個收音機就陪自己瞓覺。係啦，咁夜晚可能就係聽啲廣播劇啊，咁或者啲清談節目啊，或者播歌嘅節目啊，深夜嗰啲啊，咁有時即係唔覺就瞓咗，咁瞓下又聽到啲歌咁樣，即係所以都聽到好多唔同嘅人或者唔同類型嘅節目咯，咁都影響咗我噶。咁你細個嗰度就你會考啦。你係由名校，你嘅經歷就好得意嘅。你係由名校轉咗去普通學校，咁有一次阿 Sir 咧就安排畢業生分享嘅經驗。咁嗰次喺你嚟講，好似有個好特別嘅意義嘅，咁係咩呢？咁話說咧，我本身就係讀緊啲即係香港其中一間名校啦，咁一路都冇諗自己乜嘢方向嘅。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到會考嗰時咧，就出咗個意外嚇，竟然咧喺唔知點解之下係起唔到身，冇考到一科冇考到半張卷咧咁講啦。咁於是個成績就唔如預期啦，咁就去咗一間自己唔預期嘅學校度讀中六啦。咁本身都已經唔知點解㗎啦。咁但係有一日去到嗰間學校嘅時候，阿 Sir 就話：咁我哋今日咧唔上堂啦，有個畢業生翻嚟分享啦，講下咩做傳媒，咩叫讀傳媒，即係大學啊修讀呢方面嘅科目啦咁樣。咁就好奇怪咯，咁嗰班裏邊得20個人左右，咁但係零零舍舍得我一個，聽完之後覺得好吸引嚇，其他人都覺得咁做傳媒又揾唔到大錢嘅，即係聽完都嘥我時間嘅咁樣，咁但係得我一個有 feel 咯，咁但係而家諗翻起就嗰件事係好似為我而設咁樣，即係我唔發生過意外，我根本唔會存在喺個課堂度嚇，咁亦都。因為我存在喺嗰個課堂度，我就聽到呢一個分享，就影響咗我。由我唔知道讀咩好，唔知道自己想做咩行業好，就令到我好決心要讀傳播系同埋入傳媒嘅工作咯。咁啊，頭先講完第一 round 啦，咁跟住就其實我反而我想睇下阿 Clement 你會點樣介紹歌？你送第一首歌俾我哋好唔好？係咁，因為要揀呢2個星期啦，要揀6首歌啦，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因為識太多歌啦嘛。咁揀邊幾首好都難嘅。咁但係揀一啲近期啦有 feel 啲嘅歌啦。咁揀一生的恩惠裏邊會講到，即係譬如話而家你當陣時可能你睇翻有一件事好好或者好差嘅，唔知點解又有意外嘅。咁但係你當你唔係着眼一點，你好似一個圖畫咁細睇翻成個路徑咧，神係有安排。讓我俯伏在你面前，甚至你會令我走過。讓我俯伏在你面前，甚至你會令我走過。縱使是年逃不過，低谷高山總要攀過。你的像你的光，都安慰浮庇我，讓我知道不是我一個。我抬頭，是你親手令我到青草地去，係我在放肆因為是我靈魂甦醒。你應允，因緊必不可把我遮蓋，因你擁有高我頭浮庇我。一生你的恩惠隨着我，仍然愛我到年老時陪着我。你的信實，你的自由縈繞我。十架的福樂永扶持我，眼淚訴說你的恩典不間斷。主啊，我多麼感激你。詩歌有街，
詩歌有街，主持漢陽。Kevin 啊，你好啊，咁頭先聽你就聽完位畢業生分享傳媒嘅經驗之後，就令到你幾乎係立志要做傳媒。咁其實佢講咗啲乜嘢咁吸引呢？當陣時佢大約就係講嘅意思就係話，其實傳媒係個角色好重要啦，即係你負責掌管傳送啲咩資訊俾大眾啊，即係你負責任嘅，你係好傳媒嘅話，咁你就俾啲有用嘅、啱用嘅、健康嘅資訊人哋啦。但係如果你係一啲唔負責任嘅傳媒，咁可能你可能俾啲有毒嘅資訊啊，咁就即係可能荼毒咗個社會都未定。咁所以呢一個好似有一個把關人咁樣啊，即係我覺得哇好重要喎，即係好似有一句説話就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咁我覺得哇咁都好有意義喎，咁我就好想去做呢個崗位咯。咁如果咁嘅話，即係嗰個 moment 你立志唔係錢係意義。都可以咁講咯，因為我佢即係好似你俾嘢你食咁樣啫嘛，我俾好嘢你食，你梗係健康啦。我俾唔好嘢，我日日俾唔好嘢你食，咁你梗係荼毒緊。即係覺得嗰個角色好有力量咯，即係唔係單係用錢去衡量咯。傳媒啊嘛，傳媒當然係嚇。咁我都知道啊，世伯咧就係香港第一代正式讀同做心理輔導嘅人。係。咁佢亦都係做嘢係意義行先過錢嘅，咁係咪因為佢嘅價值觀，所以令到你頭先咁講，你有咁樣嘅價值觀呢？都可能係嘅。而家諗翻起，因為嗰陣時喺佢個年代咧，喺香港啲大學係冇呢個心理輔導呢個科目嘅，咁所以咧就係好新嘅嘢嚟，對於香港嚟講，咁就喺外國度讀嘅。咁讀完翻嚟咧，咁有一批人咧，咁就係咁樣喺外國讀完翻嚟，就喺香港開設咗呢啲咁樣心理輔導嘅中心啦，又或者做呢樣咁嘅服務啦，咁樣。咁好嗰陣時，好多人都唔知道呢啲係咩嚟嘅，即係咩輔導啊？係啊，我細個嗰陣時聽，即係點？同埋咧，有好多學校裏面有啲咁嘅崗位，突然之間有啲咁嘅姑娘或者啲先生咧。即係咩啊？但係佢嗰陣時係連學校都唔會有呢樣嘢噶嘛，即係得坊間有，因為太少人識啊嘛嚇，所以咧新到呢一個地步，譬如話以前咧入啲學校咧咪要填嗰個資料嘅，即係你屋企做乜嘢嘅，寫出嚟咧。而家都有㗎，係啊。如果係外面入去嘅話，我一搞 AI 教育都有，即係話你一入去嗰個人就要你有冇啲案底啊，定係乜嘢啊？嗰個你個底係點樣啊？先需要填嗰個嘢。係老師問你，即係咩嚟？老師都唔知，跟住我都唔知，跟住我翻去問屋企人啦。咁屋企人就話：哦，咁幫人咯，咁幫人好虛嘅，又係好似你所講，咁冇人知係咩嚟嘅。咁嗰陣時我都問佢：哦，咁即係總之就係有人唔開心，你去同佢傾偈咁。哇，傾偈就錢收噶啦。咁但係亦都知道佢唔係諗住用錢行先，因為可能有啲係收人好多錢去傾一個鐘頭。咁佢就話：哇，人哋已經好慘咯，好慘，你仲要收咁貴咁樣，咪即係仲慘嚇！你又甩埋佢啲錢咁樣。咁或者佢冇錢，咁佢係咪揾唔到幫助呢？咁所以嗰陣時都睇見佢成日都會去關心身邊唔同嘅人啦，即係有啲人可能婚姻有問題啊，有啲人可能有咩問題啊，咁就同佢傾偈啊。咁甚至乎可能有啲人我屋企唔係好有錢啦，咁但係成日見到佢，譬如見到有啲人好想做一啲嘢，譬如有啲學生好想參加一個營會咁樣，咁冇錢喎，咁佢就會直情幫佢俾埋錢。咁我覺得我哋屋企唔係好有錢，我哋又話冇錢去旅行，咁點解你又有錢去幫人嘅咧？咁我嗰陣時覺得佢好蠢嘅，但係而家就會覺得好有型咯，係啊，唔似睇葉問，你冇錢我幫你俾，係。咁我想問，咁世伯係唔係基督徒嘅？係咯，咁你信主嘅經過係因為純粹係耳濡目染啊？所以我都係信二代嚟嘅嚇，咁但係信二代都唔一定自動就等於你。當然，因為你都要真係親身經歷過信有一次，你認為係啦，我係想信，唔係屋企叫你信。咁當然細個梗係會跟屋企返教會啦嚇，但係到大個去外國讀書嘅時候，終於唔使跟屋企咯，咁你自己決定去唔去咯。咁最初梗係唔去啦，因為去到又冇人識咁樣，咁跟住你返同唔返都冇人知。咁又或者外國山長水遠噶嘛，好遠噶嘛，可能成個鐘先去到。咁跟住就試過唔返，咁後來就因為即係有啲嘢經歷咗唔開心啦，咁於是就突然間諗起叮一聲，
我唔開心嘅時候，我覺得想返教會，我想得到安慰。咁由嗰刻開始咧，我就覺得係我需要信仰，唔係屋企灌輸俾我。咁你點解你會覺得你返教會會得到安慰？嗱，唔知㗎，人身在異鄉啊，係啊，唔知㗎，又唔知同邊個傾好咁，即係譬如話咁咪返到教會啊，唱下詩歌啊，有一種平靜咯嚇，即係就係咁樣樣咯。喺你唔開心嘅時候，你好似喺其他地方用其他方法，好似都攞唔到嗰個安慰或者平安咯。咁頭先聽你講，你喺詩歌裏面或者信仰裏面得到平安，咁就而家等你送另外一首歌俾我哋，睇下你送咩歌俾我哋。咁頭先提開我爸爸啦，咁我都會覺得，即係作為一個基督徒，思想行為都係好重要啦。即係你諗啲咩，諗到咩嘢，你就會影響你行為做啲咩嘢噶啦嘛。咁有一首詩歌叫做保守我心啦，聖經裏邊話，即係保守我心勝過保守一切嘛。沿住至高者的隱密處，我誠然向你袒露我的呼喊。就算禍患纏繞我，災害掣肘我要單單愛神，捉緊主更多。或有聲，或無聲嘆息的禱告，你也走近眷顧傾聽嗰一世數。如若有天，國與國之間殺戮的聲音遮蓋我耳朵，我也堅信我神不分晝夜與我同在，我要保守我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中每道泉源全由心中發出，直湧到我靈，深淵與聖靈，深淵不住呼應，永生神以洪濤漫過我無盡恩典似浪浮被我心，沿住至高者的隱密處，我誠然向你袒露，就算禍患纏繞我，我要單單愛神，捉緊主更多。或有聲，或無聲嘆息的禱告，你也走近眷顧傾聽我一世數。若有天，國與國之間殺戮的聲音遮蓋我耳朵，我也堅信我神不分晝夜與我同在，我要保守我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中每道泉源全由心中發出，直湧到我靈，深淵與聖靈，深淵不住呼應，永生神以洪濤漫過我心，無盡恩典似浪浮被我心。心中發出，直湧到我靈，深淵與聖靈，深淵不住呼應，永生神以洪濤漫過我心。
遊街。詩歌遊街主持漢陽。啱啱同阿 Clement 你傾過你點解信主嘅經過啊，其實都係第一件事就係信二代啦，第二件事就係因為你去到外國嗰陣時，就我簡單啲講就即係唔開心啊或者空虛嗰陣時啊，就返教會就覺得有依靠，嚇個心就比較踏實啲。係咁你喺美國讀，你係讀傳播系畢業嘅，係咁教授有邀請你留低發展，咁點解最後你選擇翻嚟香港呢？其實嗰陣時咧係點解教授會邀請我留低發展？因為我係嗰個系裏邊係啊第一名咯，係咯咁。哇，第一名啊！即係所以佢就好欣賞我啦，即係咁樣。咁佢覺得哇，咁你呢啲咁樣嘅學生最好留低幫我手啦，或者再讀上去啦，或者喺學校裏邊、大學裏邊，即係有一個職位咁樣咯嚇。咁但係我自己會諗，首先你喺大學裏邊都係學一啲嘅理論啦。咁但係你要真係喺外地，我始終唔係喺外國大啊嘛。咁你識得呢啲理論，但係譬如我想做一個節目。咁首先英文唔係我嘅母語啦，咁我要做英文嘅嘢，又或者我覺得正嘅嘢，當地嘅人未必覺得正，相反佢哋覺得正嗰啲，我又唔識提供俾佢。咁我覺得我係學咗一啲理論，但係我都要翻嚟我自己長大嘅地方香港，咁我先識得去用嗰啲嘅理論，即係實踐喺譬如話我製作嘅節目啊、主持嘅節目嗰度咯。但係有好多人佢喺第二度讀書，即係我啲朋友啲仔女咁喺第二度讀書，讀咗幾年之後就同化咗，好中意留喺嗰度。咁點解你喺第二度讀書？喂，你仲要係考第一喎？咁即係估計上啊，你就應該好習慣、好適應嗰一度先啱喎。咁你貿然咁係咯，嗰個即係背後嗰個動力係咩？你即係我喺第二度。我攞咁好嘅成績，咁佢話我毅然抽身翻嚟香港，咁係咯？點解呢？都係嗰個成長咯，你吸收啲咩咯？即係譬如話我成長，譬如睇香港電影，咁譬如話又或者聽電台節目，即係我嗰啲文化都係吸收香港嘅多，咁即係諗嘅嘢啊，或者聽流行歌啊，即係裏邊覺得好正啊，即係好值得去論嗰啲嘢咧，咁多數都係嚟自香港，即係你喺外國去難啲去做咯，即係難啲去做咯，即係都係嗰句咯。譬如話我成日會舉個例就係話，佢好似周星馳電影咁樣，就係得香港人識笑嘅。你即係你變咗普通話，你變咗第二啲，或者你唔係香港長大，可能有啲位咧，你啲已經唔 get 唔到佢做咩啊咁樣咯。嗱，咁你翻咗嚟香港啊，喺一方面嗱，當然你係傳媒工作啦。咁傳媒工作同埋基督教音樂侍奉嗰一方面，你嗰個 balance 你係點？你自己去點平衡嘅？其實以前咧就可能係工作還工作，即係翻教會做嘅嘢還做嘅嘢啦。咁但係慢慢就發展咗，就係原來喺自己工作裏邊可以做一啲節目，咁可以擺一啲元素去做自己想做。因為你就算喺教會裏邊做，咁你都係對住教會嗰班人啫，咁個影響力有限啦。咁反而你喺大氣電波度做，咁有機會多啲人聽到，甚至乎好似我哋今集去一開始佢講，譬如話啲詩歌咁樣，即係有機會你淨係本身見住嗰幾個人，咁你就覺得哇好正，咁你就得嗰幾個人聽到你咯。咁但係冇人話你有節目喎，咁可以公司又會有空間俾你去講到自己想講嘅嘢，咁咪可以將兩者聯繫啲。咁我想問下你，因為其實你係最權威嘅，因為啲歌啊你收翻嚟先嘅。咁我想問下喺你嚟講，你會中意敬拜歌啊？即係喺你嚟講，你點樣 define 呢幾種歌嘅類型？即係話純係舊式嘅詩歌啊，定係敬拜歌，定係福音歌，定係有一啲你有啲 meaning 我
隻歌度，我就覺得係噶啦，我感應到有少少係就係、你自己會中意邊類？如果你嗱，首先即係香港人啦，咁我都係廣東歌行先嘅，即係因為始終你係母語嘛，即係變咗你唔使隔住一陣，就要翻譯完之後你去領略嗰個意思啦。咁廣東歌我覺得好重要嘅，咁至少你唱出嚟就好似你自己講嘢，你自己祈禱咁樣啦。咁範疇就真係冇乜所謂嘅喎，因為有陣時有啲歌唔一定係喺教會唱嗰啲敬拜歌，你先至有 feel 嘅，即係可能係啲反思信仰或者回應緊你日常生活一啲嘅困難或者嘅諗法嘅時候，其實都可以有 feel。咁對於我嚟講，因為我中意唱歌啦嚇，咁讀書嘅時候都有參加啲比賽，咁所以都成日唱歌。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可能有一首歌，哪怕有時嗰個製作或者唱歌都未必唱得咁好，但係我如果覺得我自己用起嚟唱起嚟嘅時候，覺得好有 feel， 覺得可以成日講話起雞皮啊毛管動咧，咁有 feel 咧我都中意噶啦，即係冇話要局限邊一種咁樣咯。咁當然係廣東歌梗係要啱音啦，即係以前細個嗰啲唔啱音嗰啲我已經麻麻地啦，係啊，咁所以即係係咯，啱音都好重要。明白。咁其實仲有好多問題想問阿 Clement， 但係今集就時間所限啦。不過我哋仲有下集可以同阿 Clement 長談嘅。下星期同樣時間，星期日夜晚9點到10點，新城997資訊台詩歌有街。下一節我哋仲有今期嘅詩歌榜。咁而家麻煩阿 Clement 你介紹多首你中意嘅歌俾我哋啊。咁頭先講到即係啲歌啦，中意啲咩歌，通常都會曾經令我起個雞皮毛管動嘅歌。咁其中一首就係呢首啦，叫做《榮美冠冕》。裏邊講到即係話，其實你人生起起落落，即係有陣時你信啊又好，唔信又好，咁好多嘢都係喺冥冥中神嘅有預備俾你嘅。現我一生進入你居所，仰望你聖潔的臉，為你真心已經為歌聲，誠意謙卑屈膝讚頌。在世途路裏，你多大看顧，給我輕聲指引。在困難盡處，你解我憂困，伴我過危難試探，助我高飛。在世途路裏，你多大看顧，給我輕聲指引。在困難盡處，你解我憂困，伴我過危難試探，助我高飛。你讓我高聲，我所有一切皆出於你手裏。我在這生作證，全是你在永恆掌管人意。世上權柄國度興衰，也有你的允許。給我力量，將我扶持，現我在你聖所，獻榮美冠冕。在世途路裏，你多大看顧，給我輕聲指引。在困難盡處，你解我憂困，伴我過危難試探，
助我高飛。你讓我高升，我所有一切皆盡於你手裏。我在這生足跡，全是你在永恆掌管人意。世上權柄國度興衰，也有你的允許。給我力量，將我扶持，現我在你聖所，顯榮美冠冕。你讓我高升，我所有一切皆出於你手裏。我在這生足跡，全是你在永恆掌管人意。世上權柄國度興衰，也有你的允許。給我力量，將我扶持，現我在你聖所，顯榮美冠冕。給我力量，將我扶持，現我在你聖所，顯榮美冠冕。詩歌有街。